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新能源汽車。今天我看到媒體報道，一個是《華夏時報》7月8號看的那篇報道，一個是第一財經7月8號，都是7月8號啊看的那篇報道，關於新能源汽車。他聊什麼呢？兩篇文章不約而同的都聊到了，叫平均車齡僅 1.8 年，新能源車主頻繁換車背後質量差還是技術迭代快？第一財經的標題叫汽車越來越像手機，油車平均車齡8年，電車不到2年，就是 1.8 年。一邊是油車平均車齡是8年，一邊是新能源汽車平均車齡是 1.8 年。這個反映什麼問題呢？到底是質量差還是技術迭代快？這是華夏時報和第一財經他們的報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我在以前做節目都說過，行業我們的手機換機周期是多長？這個数字是在變化的。现在我們的換機周期，智能手機是42個月，也就是3年半的時間。這個是市場調研機構最新數據也顯示，但這個已經是拉長了的。這個我們在5年前，那換機周期是24個月，就是2年，一般叫這是平均叫換手機。那現在已經拉長到了42個月，就是3年半。什麼原因大家也知道，這個不用多解釋。消費低迷嘛，大家把亏了勒緊嘛。現在平均換機時間是3.5年，但是显然我是比這個還長。我上一個手機是 iPhone 6，用了多少年？用了6年，好像是。我現在用的這個是 iPhone 14，已經3年半了，正好這個好像22年它發布我去買的，現在已經過了3年半了，但是我還沒打算換它，我覺得還能用2年至少。也就是你看，智能手機換機周期都已經達到了3.5年，这是平均值。結果你能接受你買一個新能源汽車換車周期只有 1.8 年嗎？這比手機還快。所以我們看看這文章怎麼說的。你說那這到底是智商稅還是什麼？華夏時報他這麼說的，他說近日中國汽協聯合和和軍諮詢發布2025年中國汽車後市場年度發展報告，報告中2組核心數據引發廣泛討論。燃油乘用車平均車齡 8.2 年，7年以上老車佔比接近60%，而新能源乘用車平均車齡僅 1.8 年，1到3年車齡車輛佔比高達 90%。不少觀點僅憑這一數據得出新能源車車主不到2年就換車的判斷，由此質疑新能源車耐用性與保值表現。那確實，你這給人感覺你比手機還不經用。手機我們現在平均都是要3年半了，42個月。你這個新能源車只有 1.8 年，也就20個月。公安部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末，國內新能源汽車保有量4397萬輛，僅2025年新能源乘用車零售就達到了1281萬輛，佔保有總量的 29%。近30%新能源車輛上牌未滿1年，大量新車拉高整體平均年齡。二手車交易數據則顯示，新能源車實際置換周期集中在3到5年，雖短於燃油車6到8年的置換周期，但遠高於 1.8 年的平均年齡。好，我們就按公安部的數據，新能源二手車實際是3到5年，那合着不就跟手機一樣嗎？手機是3年半嗎？你這個新能源汽車本來是個耐用品，是不是？汽車是個耐用品，手機是個消費品，消費品換得快，頻率高。結果現在手機變成了耐用品，汽車变成了消費品，快消。這個是怎麼回事？難道是車主都有錢了嗎？事實上說，新能源乘用車 90% 的存量集中在1到3年車齡段，對應的是2021年以來國內市場連續數年的增長曲線。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開數據為例，2021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增長 160%， 一舉突破350萬輛。2022年銷量再翻至688萬輛，到2025年新能源乘用車零售量已站上1280萬輛量級，4年間銷量規模膨脹近4倍，那沒毛病。那你4年前的車，你就是4年，那現在4年你漲了4倍嘛？那你2022年那批買车人車現在是什麼個情況？用了4年了，換沒換？是不是到了換電池了？每年数百輛新車持續注入存量池，
整體保有結構的重心被拽向準新車区间，平均值急劇壓縮，沒毛病。你這不用管這個，你就管現在二手车市場，或者是3年前買車那些人現在什麼情況？那車和新能源汽車年輕化的存量結構不同，傳統燃油車市場早已邁入存量成熟期，燃油車銷售高點定格在2017年，此後銷量逐年下行。2020年至今，年度銷量徘徊於1400萬輛到1600萬輛區間，新增供給對整體車齡分布的稀釋作用十分有限。從保有結構來看，燃油車市場沉澱了海量高齡車輛。截至2025年底，全國車齡10年以上乘用車超過9000萬輛，絕大部分歸屬燃油車品類。也就是說，我們的新能源汽車發展可不止10年了，是吧？2016年的早就已經有了。那2016年的新能源汽車在哪裡？請問在哪裡？2016年賣的燃油車现在還在崗位上，是吧？還在跑，還在年檢。那請問那個2016年生產的新能源汽車呢？他們去哪兒了？我們就不要說2001年、2005年生產的車不說了，我們就說2016年生產的新能源汽車和燃油車。為什麼沒有新能源汽車呢？也就是現在的全是燃油車，是不是說明燃油车的生命周期更長啊，更皮實、更耐用，对吧？你要這麼想，海量老車打底，新車增量偏少，共同推動燃油車平均車齡不斷走高。兩種動力車型所處行業生命周期天差地別，簡單將1.8年、8.2年兩組平均車齡並列比較，並不符合統計學對比邏輯。他這說的對，你這是數據統計不符合，但是消費者關心是車的生命周期嘛？生命周期说，就像我說的，你2016年生產的新能源汽車現在還有嗎？還在路上跑嗎？也就是你為什麼不從公安部把10年車齡的新能源汽車有多少輛？當初一共賣了多少輛？就是說2016年新能源汽車一共比如賣了100萬輛，那現在這批車2016年的這個新能源汽車還有多少在路上跑，還註冊着，還是正常的？這個數據很難拿嗎？對吧？你既然能跑到公安部拿出什麼國內新能源汽車保有量4397萬輛，這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是1200，這都是新能源汽車保有量。那你為什麼不能把剛才說的2016年上牌的新能源汽車現在還有多少在路上？好，他說若剔除新車增量帶來的數據，從二手車交易数據更能看出信息。2025年中國汽車後市場年度發展報告顯示，2025年全國成交的二手車平均車齡為8.2年，其中燃油車平均車齡為8.6年，新能源二手車平均3.4年，這不就說明問題了嗎？3.4年這一數據過濾了上牌僅數月的新車，更促進一輛新能源車首次發生所有權轉移的真實節點。那你跟燃油車对比，燃油車第一次就是由新車變成二手車賣是要8.6年，這是平均的，你变成二手車要8.6年，但是新能源汽車只需要3.4年，你连它一半都到不了就变成二手車了，就很多人就賣掉了。就为什麼油車你能開8.6年才去賣，變成二手車，但是新能源汽車你開3.4年，你3.4年你就要去換，就要把它賣掉，當二手車給處理掉。為什麼？這是問題。好，3.4比那個1.8看着好像順眼一點，是吧？但是3.4年，我們的智能手機平均換機周期是3.5年，這也說明你這個新能源汽車由耐用品變成一個消耗品，而手機由消耗品变成一個耐用品，這說明啥？它較1.8年高出一截，又顯著低於燃油車的長周期，反映出車主在持有時間上真實差異，這就行了。你非要較勁的1.8幹啥？那現在就是3.4和8.6的關係。針對新能源車主實際置換年限，多份行業調研進一步鎖定了清晰時間區間。懂車帝聯合中汽信科發布的《汽車以舊換新消費洞察白皮書》調研顯示，90%的新能源車用戶置換周期不足5年。你看，這又一份報告說明，90%的新能源汽車的車主置換周期不到5年。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也得出一致結論，將新能源車主置換車周期劃定在3到5年。多方數據交叉印證，新能源車主並非短期頻繁換手，但車輛持有超5年再置換的現象十分少見，也就是5年之內新能源汽車基本上都換掉了。
所以說你現在在大街上看不到2016年那個時候生產的新能源汽車，那這量非常小了，沒了，回收了。這個是官方給的數据，就是說車輛就新能源汽車持有超5年再置換的十分罕見，也就是大部分車都没有坚持到5年。这就是新能源汽车。汽车行業观察员趙永奇对华夏时報記者分析指出，平均車齡往往是一個容易被增量結構扭曲的統計指標，不要揪着這個數不放了嗎？咱們說白了，這個結論就是新能源車它不經用，是吧？淘汰的更快。你要買個新能源汽車，那意味着你買的時候可能10幾萬很便宜，不貴，用的好像也不貴，感覺好像油車貴嘛，充電便宜，用車成本低。但是你折舊快，這會計懂，學會計的懂，折舊快，人家那10年攤完，你這5年就攤完了。你說哪個成本更高？明白了？說你看他是這麼說的，他說2014年至2019年屬於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早期探索期，這5年探索，不知道有多少人買了國產新能源汽車，你被探索了，年銷量從数萬輛緩慢爬升至100萬輛級別。該階段積累的存量至今僅數百萬輛，真正的爆發是於2021年。此後4年貢獻了整體保有量中超過80%車輛。那好了，2021年到現在有5年了，是不是2021年那些車都已經換掉了？因為已經5年了嗎？大部分都要換了吧？但絕大多數存量集中入近3年区間，平均車齡也就被拉低至2年以內。這更多是由於市場增速過快所致。也就是說半天，你倒是給一個新能源汽車的換車周期啊，你敢不敢給出這個數呢？不敢給出一些邊緣的數，邊緣的數也再一次指向新能源汽車換車周期短，是吧？無論你是二手車3.4年，還是說5年之內所有的車都會換掉，這些都說明你這換車周期短。燃油車換車周期，二手車是8.6年，就是車要開8.6年才变成二手車，生命周期長旺盛。趙永奇補充認為，3到4年的二手車平均車齡更具實際參考價值，就是指的新能源汽車3到4年，那行了，專家都說了，3到4年就變成二手車，新能源汽車3到4年就變成二手車，它反映出消費者在技術迭代和產品體驗驅動下的真實換車節奏。事實上，快速迭代的新能源技術切實縮短了車主的用車持有周期。北京車主李先生的換車經歷便是典型縮影。他在2022年3月購入一輛純電動車，4年前買的，到2025年年底，車輛使用時長不足4年，卻已經和新款車型形成明顯的代際差距。老車車機芯片運行遲緩，界面切換頻繁卡頓，受限於出廠硬件配置，無法升級品牌最新的城市領航輔助。新款車型可實現全路段智能泊車領航，而它的車輛高架輔助功能還時常失效。這個車還買了不到4年，懸殊的使用體驗讓他萌生置換想法。2025年12月，李先生借助品牌置換政策更換新款車型。如果置換不需要錢，那倒好，都可以換，但置換你是要掏錢的，比買一輛新車便宜不了多少。這一案例也折射出行業普遍現狀，新能源車技術迭代速度遠超車輛硬件損耗速度，快速縮短了產品的技術保鮮期，不斷降低車主長期持有的意願。因為新能源汽車它主要是靠這種軟件、這種內層、這種芯片，它的運行速度等等，而不是靠發動機、靠什麼這個油箱、這個什麼离合器是吧？变速箱什麼的，跟那都沒關係。人家是靠芯片，靠什麼內层，靠處理器。而這些東西升級換代太快了，你4年不升級，那你就已經落後了。再新的軟件都裝不上去了，人家下載、更新、升級，一看你這個版本，不好意思，已经停止服務了，你得換新車。当然我說的有點誇張，就像手機一樣的嘛。我記得我以前用 iPhone 6的時候，很多時候它的 iOS 升級，它已经不給我升级，我也不想让它升级。为啥？一升级更慢，你那硬件老化，这就是时间长了，对不对？就已经支撑不了越来越大的操作系统。最早是微信才好像我记得好像不到100兆，50兆微信，我记得最早版本的微信。现在微信你下载个微信多大？你随便用几天，那微信
都多少個 G？ 你想想，你现在的微信如果装到10年前那个智能机上面，你就不要想，根本就装不上去。所以我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那个车，你像開10年，不好意思，就是你那发动机就是你那个电动机，电还是好的，也没用，因为很多辅助设施、内层芯片处理这些东西它已经跟不上了，你得换升级，硬件没法升级，所以只好换车。两类车型产品底层属性的根本差異。華夏時報說，新能源車置換週期較燃油車顯著縮短，背後是兩類車型產品底層屬性的根本差異。傳統燃油車核心技術聚焦發動機、變速箱，整套機械體系發展成熟，技術更新多為小幅漸進改良，單套動力總成服役週期能夠突破10年，整車換代週期普遍維持在5到7年。大眾 EA888 系列發動機自2006年問世以來，歷經3代核心迭代優化，累計服役近20年，至今仍是多款在售車型的核心動力。這種長週期迭代慢的產品發展路徑，剛好匹配燃油車車主普遍6年以上長期用車習慣，而新能源車則呈現出鮮明的電子消費品特徵。錯了，剛才已經說了，電子消費品手機現在人家從24個月換機週期，現在已經到了40個月了，都不止42個月，3年半了。你汽車居然趕上這個手機的換機週期，這真的把消費者當韭菜割嗎？消費者真的要交這麼多智商稅嗎？說核心競爭力由電池、電機、電控系統以及車載芯片、車機軟件構成。整套電子智能體系的迭代週期被壓縮至18到24個月。麥肯錫調研顯示，中國新興車企將一款全新車型從概念驗證推至量產，平均耗時約24個月。部分新勢力品牌已縮短至18個月。技術迭代速度直觀體現在產品硬件層面。2022年車主流純電車型續航水平集中在500公里上下。2024年800伏高壓平台如快充、超快充電池已大規模上車，充電倍率從 2C 向 4C 甚至 6C 躍遷。智能化賽道同樣迭代迅猛，高通8155座艙芯片迅速讓位給算力數倍如己的8295芯片。智能駕駛也從依賴高精地圖規則算法快步踏入端到端大模型驅動的無圖城區領航階段，這些都依賴於你的這些硬件的升級。市場供給端的上新節奏進一步放大代際差距。2025年全年超過230款新能源汽車湧入市場。2020年3月，就3月這一個月，3月一個月，行業發布近80場上新車型60款。3月份一共60款車上新，產品攻勢如此密集，存量車型的技術衰老感不可避免地提前到來。不少提車剛滿3年的車主反饋，原車車機已無法適配新一代操作系統大版本更新，智能駕駛輔助功能的升級通道也因硬件算力瓶頸徹底關閉。那你說你買了個新能源汽車，你不是買了個新能源爹嗎？冥頑不化，升級還升不了。你不是得了起皮了嗎？這種肉眼可見的產品迭代，最終會直接反映在二手車交易的估值體系上，形成明顯的折價衝擊。多位二手車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反饋，4年左右的車齡的新能源車在交易環節已被歸入老舊範疇，多數車型收購報價相較同年份同價位燃油車存在明顯折價。趙永琪從產業鏈角度給出進一步闡述。新能源車技術迭代的速度已經超出了傳統汽車消費週期的慣性。一款車從立項到交付，過去需要4到5年，現在壓縮到了2年甚至更短。這意味着消費者提車那一刻，車企下一代平台的研發可能已接近尾聲。也就是說，你買了最新的車，買到手之後，你剛開出 4S 店，人家的新一代車已經在路上，馬上就要出廠了。你說這叫什麼事？你還是再等一等，是不是啊？你再等一等行。他新一代車一上市，你剛把它一提到走，好，不好意思，人家更新一代的又等着了，馬上要上市。現在變成這樣，你一買到手就已經要過期了。你說消費者遲早會反應過來的，我認為遲早會反應過來，會把大腿都拍斷了。技術迭代差被壓縮在極短的時間軸上，
消費者能明顯感知到新舊款之間的鴻溝，這種感知會直接轉化為置換衝動。趙永琪同時提醒，這一趨勢對保值率體系衝擊不可忽視。燃油車能用機械耐久性撐起10年以上的生命周期，新能源車的軟件和芯片卻很難跟得上3年以後的算力需求。當二手車商給4年車齡的車貼上老舊標籤，保值率的雪崩幾乎不可避免，這又會反過來倒逼車主加速換車，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這些作者記者寫的好像換車不要錢一樣，行業真實交易案例直接印證了趙永琪提出的貶值循環邏輯。上海車主陳女士2021年購入一輛合資品牌純電動車，2025年底計劃轉手時，二手車商給出的收購價僅為新車入手價的35%，也就4年以後，假如你這車10萬買的，4年以後你這車只能賣3萬5，開了不到4年，殘值跌去將近2/3，擔心繼續持有貶值幅度更大，趁着品牌限時置換補貼，直接換了新款，再加錢唄，又換個新的，開4年就6萬5就沒了，就32%没了，不是66%没了，這什麼概念？陳女士的遭遇並非個例，結合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保值率監測數據來看，新能源車車型整體3年保值率顯著低於燃油車，不少早期純電型車型3年保值率已跌破40%，而同期主流燃油車3年保值率仍穩定在60%上下。當然，這個也是相對而言，因為人家新車已經暴跌了，比如奔馳、奧迪 A6 新車跌到30萬，那你這二手的，你再保值，你也得30萬往下去算，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說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說的車，比如你奧迪，你開個5年，你一點問題沒有，接着開10年也行，對不對？但是不好意思，新能源汽車你開5年，那簡直是老古董了。为啥老古董？虽然你駕駛什麼還可以，但是你所有的其他的，你因為新能源汽車種種好處買了它，這些好處就沒有了。比如說自動駕駛，比如說其他的什麼各種酷炫的功能，依賴於那種車載芯片去處理的這些功能，你統統的用不了了。就是5年，為啥？你就是能用你也不敢用。真的要自動駕駛的時候，我操，你處理速度那麼慢，這萬一車跟人撞上了，對不對？你敢嗎？你那個車就大腦就跟那個90歲的人大腦一樣，這運轉慢了，他反應不過來，到時候一看見前面有緊急情況，他死機了，你說怎麼辦？死機了，你說怎麼辦？卡頓重啟，那要命，对不對？不得不換，那你被逼的，对不对？也就是說你5年以後你不得不換，但是油車5年以後隨便開還接着開，是吧？為應對置換潮和用戶留存壓力，多家新能源車企已開始布局防禦性策略，未來小鵬均搭建官方認證二手車標準化體系，為老車主提供硬件換新服務。當方案存在差異，小鵬推出付費更換車機芯片、智能駕駛與控制器換新方案，未來開放付費電池容量升級，依靠預埋硬件實現軟件 OTA 迭代。傳統自主品牌則在終端大規模推行置換補貼，將老車主鎖定在自有品牌體系內。你說的都是廠商，他從他的利益出發，咱們從消費者角度出發，你消費者憑啥有3年就要掏錢去換？消費者權益呢？沒人為消費者考慮，消費者就是牛馬和韭菜，就是被割的。你看看是有沒有發現？這記者也是完全是從廠商從什麼行業角度說，但沒有從消費者說心疼消費者一秒。哎，你買個車3年以後記得換，不換開始憋氣了。這些動作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當新車的增量紅利逐步退潮，能否讓現有的用戶在換車時留下？你看，都是為廠商考慮。就換車，你買的是粗糧，你到时候換粗糧；你買的是蔚來，到时候蔚來，就這個，他就沒考慮說消費者換車是要花錢的。我為什麼我要頻繁的花錢換車？你買了個爹唄，你有錢唄。這個是華夏時報它的7月8號報道，平均車齡僅 1.8 年。新能源車主頻繁換車背後，質量差還是技術迭代快？不管是質量差還是技術迭代快，反正是消費者買單。我們老說誰買單的問題，你技術迭代快，你廠家買單也可以，消費者只用付服務費就行了。你結果是依賴於消費者去換車，把車的換掉，這個行業說白了也要打個問號。
實際上，如果再回頭再看一看，印度正在搞的新能源汽车產業，印度也在搞。印度政府也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政策密集且激進。以最新出爐的2026年電動車政策為例，不僅計劃在4年內投入1500億盧比入補貼與基礎設施，更定下了2028年起全面禁止汽油兩輪車新註冊的強制時間表。但是在這層層紅利的宏大敘事下，正在上演一場極其諷刺的產業錯位魔幻劇。原本屬於大宗耐用品的汽車被深深逼成了迭代頻繁的快消品，而原本屬於電子快消品的手機卻被老百姓深深用成了長效的耐用品。這場錯位背後的試錯成本與貶值風險，最終都將由印度的普通老百姓消費者買單，由印度的韭菜最終掏錢買單。他們被迫購買新能源車輛，在短短2到3年後就會因為芯片算力不足、電池技術更新而出現巨大的技術代差。老百姓為了不被新功能拋棄，只能被迫縮短換車周期，買一輛車的持有時間竟然趕上了買一部手機。政策狂飆與殘值雪崩的底層代價，就是誰是代價？但把汽車當手機賣，把車主當韭菜割，這種極其不健康的消費形態，究竟是誰的過錯？印度政府在推行新能源替代時，官方宣稱油耗僅微降3%，然而獨立調查顯示，66%的車主實際反映燃油里程下降超10%，且大量車輛出現系統磨損加劇。官方炫耀政策每年能為國家節省4300億盧比的原油進口外匯，但分攤到數億輛存量車因效率下降、維保上升的綜合成本，老百姓付出的代價高達數千億級別。這個就是因小失大。印度國家為了推行它的汽油，這個政府就從中能多賺點錢。但是由於印度的車主用了這種汽油之後，行駛效率下降10%，本來100公里一箱油能跑800公里，現在只能跑個700公里了，就這個意思。一箱油完了之後，对發動機的損害還加大，增加了維保費用。但是印度政府為了多賺那稅差價，他就不顧汽車消費者的利益。印度的電動化轉型更像是一場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硬生生推着走的激進實驗。在這場實驗中，汽車從高資產保值率的機械耐用品變成了高貶值率、快迭代的電子消費品。官方在國際舞台上賺足了減排和產業升級的政績，車企通過加速老車淘汰刺激了新車銷量，但在天平的另一端，則是印度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拿着錢包獨自去承受3年貶值大半的資產損失，以及由於技術斷代、配套不完善帶來的高額換購代價。汽車變成了手機，而手機卻變成了傳家寶。印度新能源汽車行業如此魔幻的繁華外衣下，底層的經濟戰最終由全體老百姓默默買單。所以說現在買新能源汽車的實際上都是在買單，都是實驗品，都是小白鼠。所以我一直說，如果你想真的有代步必要，真的離不開一輛車，那買一輛2手日本車，又省油又便宜，那簡直无所謂的。你想愛往哪兒停往哪兒停，愛磕着碰着无所謂，也不用擔心人丟了，便宜，那玩意儿還耐開，你就隨便開。實際上在很多大城市，不要說大城市，就地级市以上，非必要不買車，就是没必要買車，你就直接打車。你就这麼想，你買輛新能源汽車，你就按10萬買個差的，3年你就得換。那如果這3年，如果你要把這10萬分攤到3年，實際上1年就是3萬塊，至少1年3萬，3萬3，是吧？一個月相當於小1000塊錢，小3000塊錢，2000多塊錢，3000，這還不算什麼你充電的錢、停車費、保險、交強險，這些都不算，僅僅這個車，你一天相當於貶值3000塊，一個月貶值3000塊，差不多這個意思。一個月3000，那你說你要打車，你的相當於你每天出門就打車，也才3000。如果你要再算上停車費、充電、保險、
你懂吗？所以说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人会算明白这个账。现在因为很多人他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惯性和那种过去的消費慣性，覺得應該買輛車。等他真正的進入一種收入越來越少、開支越來越大的時候，他慢慢的就會明白，原來車真的沒有必要。那個時候他可能就把車賣掉，變成打車，發現天天打車，你還省錢，你還不用開。只有那種說有的地方不好打車的，但是我每天通勤還比較這個重要，是吧？那可能就會買車。一般人非必要不買車了，手上有車的也會把它賣掉，不賣你就停在那兒交停車費、保險、交強險，還有年檢一大堆的，完了每年還有保養，賣掉了你就沒有費用。你打車你就一天按200塊錢打車算，一天200，你一年才多少錢？但是你買輛車那可不止。所以我相信這個可能要不了多久，明年牛馬韭菜會醒悟過來，對車用腳投票。那個時候恐怕就像那個牛馬韭菜對房子一樣，那房地產開發商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怎麼救他也沒用，因為能救他的人已經醒悟了，他就不打算買了。打車叫網約車就和租房住是一個道理了。我相信消費觀念很快會轉變，一旦轉變，那就是新能源汽車甚至其他汽車，整個汽車行業遭受房地產行業一模一樣的這個遭遇。完了之後政府怎麼救也救不了，就像房地產行業一樣，怎麼救也不見起色，因為消費觀念變了。我一直說為什麼10幾年前要買車，因為那時候車是生產工具，你買個車，你那個時候咬牙買個這個奧迪啊，完了之後你去跟人談事，跟客戶見面，你都對吧？你一個你的底氣足，第二個人家一看你實力有，就更容易撮合你們之間交易成功。那時候車是身份象徵，是生產工具，你不是簡單的消費品，它是個生產工具。開着好車就更容易談成業務，那是你一種名片，無聲的一種就是實力的象徵。連去談戀愛都佔點便宜。你現在開個好車去談戀愛，除非小姑娘激動一下，一般有經驗的人一看你，說不定你這家是不是貸款，是不是還一身債，就離你遠點。你看那抹粗糧營銷，說每個月僅付500塊就可以把這個車開回家，你搞得好像那買車好容易，實際上他那20多萬，你要是按揭，你差不多下來25萬、28萬的。但是他那個廣告打得特別誘人，說每個月僅付570塊錢還多少，你就能擁有一輛這樣的車。好多人就去買了，結果一屁股債背上了，30多萬，你去背着吧。400多塊錢那算什麼，對不對？或者500塊錢，那你還一個月賺不着嗎？買個這麼酷的車，對吧？一個月就交500塊錢，結果他不知道一個20萬、30萬的債已經背他頭上了。好，這期節目咱們主要是說這個新能源汽車，它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快消品了？而我們天天用的手機是絕對的剛需。你現在連種地的農民都要用手機了。你沒手機，那個上面那個水庫如果有問題有險情，你都收不到情報，收不到消息，對不對？現在人家都在群裡通知，上面水庫有危險了，大家轉移。你要沒手機完了，你自己在地裡頭啥也不知道。現在手機是剛需，這個剛需本來是快消品、電子產品，結果變成耐用品。你說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是哪兒出了問題？這是違反常識，必然要遭到教訓。而這個教訓必須有人買單，而買單的大家不要懷疑，一定是牛馬和韭菜，也就是在座的你和我。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